芊芊，你我同为城主之子，看起来位高权重，却常常身不由己。你别将他们的话放在心上，就好好待在这里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分毫。白皙，叫我们的人随时待命。是。我知道我死不了，可是矿里的那些矿工怎么办？你还在替他们着想？你别忘了，刚才花园百姓可是自发请愿要你祭天。我是城主的女儿，平日里享尽富贵，也没做什么好事造福百姓，整天还惹是生非的，所以一有事情他们第一时间拿我开刀，也是正常。山主人丁，水主财。喏，此处依山傍水，是块风水绝佳的宝地。所谓福脉，就是先人在此处定居，然后后人再以此处为中心，在周围建立城邦，逐渐形成你们花园城。此地被尊称为福脉，是你们花园城立城的根本。福脉离矿山很近，是因为你们花园城的经济命脉是矿业。你们先人还真是很有远见，将城建在此处，可保城民衣食无忧。祖先们千算万算，都没算到有我这么个不孝子孙。此处与矿山相连相通，按图纸看，那100号人应该被困在此处。矿工入洞挖矿之前，会用柱子固定山洞的土石，以防坍塌。可是照现在这个情况上来看，山体只塌陷了一半，说明另外一半的木柱仍然支撑着山洞。那矿下面的人生还的可能性极大啊！矿洞里的柱子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了。那还在等什么？还不救人？母亲他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就是将后面的福脉给炸了。对，少君也是这么想的。没错，这样就能从后方开辟一条通道，让他们逃生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到底是谁愿意去当这个千古罪人扎福脉？我这把龙骨钝了，一群人来求着让我去死，这扎福脉也是大不敬的死罪。我知道了，这个事情只有一个人能做，女主角，女主角一定能够做。芊芊，你让一下。他是看不出我想帮他吗？少君，您不出手也罢。如今这些矿工生还机会渺茫，百姓定会怪城主无能。花园城局面越动荡，对我们玄虎城就越有利。万一您出面解决了，反倒处境尴尬呀。我是怕百姓把这笔账还是算在芊芊头上了。也罢，既然他也想到了炸福脉，只要能解他困境，谁炸都一样。如果三公主要找的人是裴思雪，少君还会这么豁达吗？自然。